同款嘛是俗个大碗来看到三江中秋连假，婚林剑湖山乐园今年是头一届办摩天轮中秋乐营的活动。身份证号码若是有2号、3号，拢会当有票价优待。另外，台中丽宝乐园若配合无到12岁囡仔来到乐园耍，会当免钱，搁再加送免费坐摩天轮的票，大人来嘛有优待，拼中秋连假3天的胜利。大人甲囡仔坐游乐园的设施，算甲安尼笑嗨嗨。中秋3天的连假，中部的这个游乐园嘛要来抢攻中秋的商机。婚林的剑湖山世界配合这个秋冬旅游的补助，12岁以下的囡仔免费通入园。连假阁杀出讲，若是这个身份证号码内底有2也是3，这款的安尼就票价400块，阁有通走。若是一口走4个人去算，囡仔来配合补助，大人的身份证嘛有对着号。安尼平均测落来，一个人开免到200块。除了这项以外，业者嘛来上准国内的露营风潮。开园30多年来，头一摆来伫摩天轮的下边举办露营，现场阁有 BBQ 和摩天轮的灯光秀。2天1暝，拢总开放80个名额。剑湖山世界开园30多年，第一次的中秋节露营活动，我们设定的80个帐篷来这边露营旅游之外，我们还安排了烤乳猪以及烤肉的活动。另外，台中的丽宝乐园嘛要来抢人客，秋冬的旅游补助，探索乐园熊马拉湾，12岁以下的囡仔会当免费来耍一遍。若要来坐摩天轮嘛免钱，和爸母做伙来坐这个摩天轮，安尼嘛会当省我免2000块。拄撞到这波中秋节这个顺风车，丽宝摩天轮嘛应景来杀出这个中秋的灯光秀，民众熟悉的嫦娥喷月、玉兔精妖，也佫有星光银河，要互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坐摩天轮来赏月。中秋的假期想要去倒位佚佗咧？游乐园杀出优待，希望会当带动这个人潮，通来探到中秋的仙仔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